公课上的文章，但我得将事情里的结果背完整整。背书背书，越背越书。你去背吧，我们追了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公子在放菜了呢。好，我们放菜了去。飞得好高啊！爷爷，菜要飞得再高，只要险而随龙，终难随风，苏在啊！好了好了，会考就要到了，你我还是温习功课。思生切苦，与子则生。择子之身，与子偕老。梁兄，这首诗我是记住了，还请梁兄也解诗中之意。爷爷，这可是一首千古好诗啊！情乃绝，可为离异。一心相许的两个人，无论生死聚散，生紧紧拉至彼此之身，直到地老天荒。生紧紧拉至彼此之身，直到地老天荒。思生切苦，与子则生。哎，爷爷，你这耳朵上怎么有耳洞啊？爷爷，你我同唱三年整，今日何解2万人？只有女子带2万，遍天涯一传这耳洞，为何定？梁兄，你可是不专心，为什么要看来看去看不理？杀生不在2万人，提起此事真消失做家长年年遇了位，常常要去办婚姻。原来如此。梁兄，你啥事在催你？我曾你要生气了，女兄不是去世。爷爷，你休息片刻，女兄也把文科去了。多谢梁兄。